需要缴纳通常的贡税一半。这个代志，互迄个地区的人拢真欢喜，所有的村庄拢表示愿意来缴纳。例外的，敢若有2个村庄，就是萨古和维尤维吼，因还阁顽抗吼。因此呢，本国月中就是3月中，迄寡贡税就拢会当全部会当收取。毋过南部地区将会等到派船去遐再来收。国人已经收集一寡土炭，金包里社人真骨力来咧掘即个土炭，所需求的迄150拉斯顿的土炭，伫咧所定的日期以前应该会当收齐吼。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4个人，再来有60担盐、4篮乌糖、20大罐的西南白酒，甲200捆的粗肥仔。粗肥鸭啊，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部的淡水，坐13个人，再有20担盐。3月16，有下日的船只来遮入港，合计坐有60个人。就是有4只篷船来遮，来自南部的淡水，再来50担的咸鱼、72担盐、160担茶、157担猪仔，甲200领的鹿皮。有一只篷船来自小琉球，再有1500粒椰子，甲200捆的椰子树的茶。另外一只篷船来自打狗，再来40担咸鱼，甲40担茶。3月17、18，暑期的天气风向不定。迄只新的领港船对南部的淡水来到遮，是本国月11号派去遐收取龙桥各村庄的贡税。再来所收取的8领水鹿皮、71领中级鹿皮，甲262领山羊皮。有2只篷船来遮入港，合计坐60个人，就是有一只来自西南沿海，再来20担盐。30领大草笑，甲20大罐的西南白酒。另外一只篷船来自南部的淡水，再有110担咸鱼，甲140担大鱼。这几天无用咧准备明仔载要踮咧赤坎举行的北区地方会议所需要的各种安排。为着这个目的，也已经派几个荷兰人去遐咯。好，明仔载要搁开地方会议啊，北区的吼。就即个麻豆、新港、大目港这啦吼。3月19，所以呢，因为开电话会议又搁落长啊吼。3月19，好，正长来，咱来看。暑时的好天，早起天光进前2点钟久啦吼。蒋义官带领88个士兵被派前往赤坎。无久以后，下设商务员助理等人也跟倒去。最后，议长 Peter Anthony Overwater 和佛罗摩萨议会议员以及对潲人的政务员也跟倒去赤坎。就安尼，全部人员拢伫咧出力以前。真紧来到赤坎，上述议长由北区村庄的长老，以及伫迄边的荷兰人来认旨，陪同对这个海埔行到公司的厝所以就随准备好一切，下令将迄寡长老带去岛仔边啊，按照因所讲的语言来入座。以方便翻译。因入座了后，伊阁下就是即个长官啦吼，台湾长官该动议员和集会的秘书来进入定院。无偌久以后，牧师 Janice Harper 也对潲人赶来参加。伫咧即个地方会议惯常的座位来入座，阮就开始佛罗摩萨的人
宣示旧年所有条款实质的需要性甲要点。伫开始之前吼，先劝告大家爱斟酌听吼，并且以一个长官阁下的名义来宣布开会开始了后，就甲因宣示拄则讲的吼，所有条款实质的需要性甲要点吼，并且由翻译员来斟酌解说。为此，阮沿用一个自由市民兼法官 Jules Van Bergen 来翻译。伊对新港语言非常的老练，对真侪村庄甲长老的状况也非常的熟悉，也用荷伯人的教师甲其他连山区的语言和卡马加的语言。卡马加语言对有注考，看嘛是啥物物件？卡马加。当时伫咧台湾中部地区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即个帕布拉语，巴布啥物啦吼，就是中部的即个叫啥比波族啦吼，巴布啥物我煞袂记诶，帕布拉，我查者好了。这边安怎测呢？哎呀，这是发生什么代志？我拢无法度选你啊！边波哟，奇怪呢！好，你遮礼拜，真正有够合。我安尼好了。巴布拉，派普拉族，各种讲法啦吼，巴布拉啦吼。伫咧差不多即卖台中市大都大甲吼，沙鹿、林井、五车、南屯、清水即挂，即到位啊，巴布拉吼。咱看较对啊。就是卡马加啦，吼，拄则讲卡马加 ，OK， 也用荷伯人的教师甲其他连山区的语言甲卡马加的语言吼，所以即个北部会地方会议吼，已经连即个到即个台中即到位啊，吼，巴布拉拢有参加吼。好，也用荷伯人的教师甲其他连山区的语言和卡马加语言拢会当翻译的翻译员来翻译规则所宣示的要点如下：对因，哎呦，时间有够。对因所有的长老遵照阮的命令来遮出席，表示欢迎，也因为因的准时到位表示感谢，也感谢因来缴纳贡献。
虽然迄寡讲说价值佫开始讲啊，意思讲我甲你收一滴仔钱啦吼，根本就吼袂付起啊吼。虽然迄寡讲说价值比为着因来付出的开支佫较少吼，因为公司总是袂当来收取到遐尼多吼，因为公司逐年拢开比即个金额加几大倍钱吼，来改善即块土地，来促进教会和学校的工作。也感谢因愿意来竭尽因即个义务对阮的亲善以及这一年来因担任公司官员来由荷兰人正式的即个优异的表现。现在调集第四次即种地方会议，要来甲关系到维持和平和有助于即个社会繁荣的几个要点，像旧年安尼来甲因讲，并且要来按照五谷的方式，一年一度来更换长老。有一寡人，可能是大部分的人啦吼，拢会继续来留任，因为即种更换吼，对阮一直以来拢是一种惯例，是依附社会的定律，就像伫咧福尔摩沙各处以及伫咧台湾拢必定会继续体验到的安尼，但是任何人拢毋免生气或者是感觉见笑，因为安尼做完全毋是为着要蔑视或者是伤害来决定的。这个蔑视我是读，我看觅吼，蔑视蔑。读做蔑啦吼，无毋对吼。完全毋是为着要蔑视或者是伤害来决定的，而是敢若是为着要互每一个有好的作为的人，拢会当享有伊好作为的即个格式吼。因此呢，安尼的人，若是表现到尽心尽意、心甘情愿，而且骨力工作。明年，伊阁下也阁会真乐意来命令因继续留任，因为富军、春社、新港、大目港、目加留园等等吼，顶社的长老，因为因的粗心大意，还未来到会场，互即寡人随后阁再来什么意思？互即寡人随后再来调换。所以，就先从其他村庄以如系列的即个顺序开始来开会，感谢即寡村庄的长老以前的效劳，大部分重新任命一年，真少数几个人甲因解职，也新派任几个人，并且命令因一定要达成因的义务。下底就是你报答啦吼，就是开始你。公布者吼，伫 Dorita Kamaja 即个村庄，伊早阮称作 Dorita Ruit， 长老是夸大大王啦吼。事实上，伊名叫做 Kamaja Aslamis， 伊带着伊的quyền糖来出席。事后，议长赠送伊18匹的空眼布，并且礼貌来接待伊，也劝伊爱维持友谊，伊和Tedokisi 属任长老，伫罗山又阁称作 Laos， 是达卡萨卡拉、达瓦拉克、达沃罗和加维奥。加维奥无来出席，也无将伊的quyền糖送来。但是因为伊是破病无来吼，所以和其他的3个长老，拢伫后一年都继续连任。因为互相分歧受到指责，并且劝因爱和平相处。伫多个是 Orich Banga 继续连任，苏拉帕加瑞无偌久以前甲撤职，理由是被认为讲伊曾经对学校教师有恶意的计划，此事经早熟悉，现在犹原被囚禁。伫达里布塔贝巴拉无来出席，
解说讲，因为伊目睭无好，所以袂当来。毋过派伊的兄弟塔比老送伊的罐汤来，因为即个理由来原谅伊，并且命令伊继续连任。而即个塔哥达兰蒂和旧年常常无来出席，因此另外派任一个人，是一个真活跳的人，接任伊的职位，并且交一支罐汤予伊，伊名叫做塔老多万。伫车末也称作独孤湾、塔拉贝罗马和塔加巴塔雷伦。后因即个人旧年的电话伊缺席，因此伊的罐汤被收回。但是后来又搁对牧师 Van Buren 处敌罐汤，因为无听到对伊有任何的怨言，因此这两人拢继续来连任。伫巴拉瓦拉，伊早误做无拉拉，达多拉和旧年同款，因为伊的好作为来继续连任，并且劝伊爱继续有好作为。伫多瓦哈又搁称作达拉，他被老板甲伊的职位移交予一个名叫做贝罗雷的人，并且将伊的罐汤无正当理由来交伊送来遮，因此将该罐汤收回，要先调查此事的原因，然后再按照惯例来处理。塔拉贝东东是按照牧师 Van Buren 的来批来甲伊改职，并且派牧师 Van Buren 所推举的即个被保伊的来接任伊的职任，并且劝导伊爱善尽责任。伫个阿里山又搁称作塔拉克巴简，阿里山毋是，应该毋是阿里山啦，是 Arrissanghh，阿里山又搁称作塔拉克巴简，塔多啊达迪班因为有一个囡仔破病，所以留伫厝里，罐汤也留伫厝里，因此呢，命令继续连任的塔加巴塔拉巴就转去了后，爱责任伊将来不得因为即种小可代志，就毋来参加地方会议，或者是对阮所命令的代志有其他轻浮的态度。因为即个理由，伊必须爱伫咧做军前农，互无人去对牧师 Van Buren 听取伊是毋是继续连任，或者是被取消该职位。伫咧巴斯杰干，伊早无正确来称作巴西干、马里干，他包先买吧，请伊的因什么？算这边哪讲？古啊啦，古啊。他加罗马送伊的罐汤来，鬼说讲因为年老体衰，所以袂当来，因此就将该罐汤收回。听后对此事进一步的了解，旧年选任的塔加拉塔杰拉波斯继续连任，并且选任一个名叫做塔多阿萨拉巴斯基的人，伊捌担任阿巴斯节的长老。为着该村庄的第三个长老，伫阿巴斯节伊早无正确来称作萨利瓦罗乌斯特，或者是称之为即个多巴勒，选任塔斯基老来取代塔拉贝利马的职位。伫荷兰，或者是称作德鲁纳尔阿巴达拉贝尤罗继续连任。塔贝拉塞拉来甲伊改职，另外选一个名叫做塔哈拉杰波罗的人来接替伊的职位。伊伫咧该村庄真受到尊敬。伫咧多巴勒，伊早无正确来称作克林达波勒，因为这是迄两个多巴勒当中上大的村庄。提罗马家己无来，但是派伊的后生名叫做塔萨洛。带伊的罐汤来，鬼说讲因为年老，所以留伫厝里，因此伊也伫咧搁再来即一冬继续连任。他贝拉巴斯节旧年缺席，
迄时也甲伊的悬汤收回咯，但是根据牧师 Van Buren 的备忘录，以后伊佫甲悬汤交互伊，毋过伊讲并无此事，因此伊佫交互伊一支新的悬汤，继续任命伊做长老。伫多巴勒巴卷，伊早称之叫做 Glut 多巴勒个达波勒。他去伫咧旧年因为缺席来甲伊撤职，但是以后因为牧师 Van Buren 的即个讹闹，搁再度甲伊接纳，伊和别头叫做奴者的即个塔加蒂咧，今年拢继续来连任。伫咧巴拉巴杰斯，伊早误称做巴拉拜斯，塔加达伦德改职，今年另外选一个名叫做塔拉希罗斯的人来接任。第二任又佫称做塔夸伊斯，塔索罗马继续连任，而即个塔豪威斯为着要配合我国更换长老的习惯甲惯例。来甲伊改职，另外派一个名叫做塔达哈迪亚的人来接替伊的位，像旧年安尼来劝导即两个长老拢爱伫因的春正年来即个借机供应醉酒的代志，互村民过着更较有站杂朴实的生活。伫咧 Old One。旧年地方会议接纳的巴索拉，因为伊的好作为继续连任。伫咧鸟旺共款，拉马拉也继续连任。伫迪波拉威罗破病，因此派伊的兄弟名叫做巴托拉，带伊的悬汤来。迄个威朗呢，显然是因为破病来缺席，而且有可靠的证据，因此来甲伊继续连任。伫咧雷旺，罗马是旧年缺席，即马却来出席，为此来甲伊指责。伊解释讲，因为路途遥远，所以无来。毋过因为伊答应将会改进，而且阮对该村庄也无认捌任何其他更较适当的人，所以也互伊继续连任。伫咧 Glut 塔加波人又佫称做纳卡纳万、拉波加和拉哥基尼斯，拢和旧年相像，继续连任。伫咧阿巴索旺，即个村庄一直被认为就是阿波湾基里曼，有时佫称做阿波湾日基棒。旧年缺席，因此，迄时悬汤被收回的即个沙巴勒，后来伫咧台湾又佫交互伊悬汤，现在互伊继续连任，因为无听到对伊有任何指责。伫咧基里南，拉马拉显然因为破病，所以派一个名叫做阿巴索朗的人带着伊的悬汤来，因此佫再互伊继续连任一年啦吼。伫咧卡纳莫叫做阿贝拉波奥斯，因为年老破病，所以派伊的兄弟名叫做安吉的送伊的悬汤来，因此也互伊继续连任。今仔日讲我都读煞，剩7分钟无法度。伫咧塔罗县，就是拉扎万、阿雷和拉老。乌土这两个人拢缺席，也拢无送悬汤来，因此该村庄就互伊互伊空缺啦吼，这边来读，互伊空缺。好，伫沙利巴罗，伊早称之做沙利巴罗 West 吼，塔加拉塔基罗马继续连任，伫咧图鲁加拉。塔萨多尔也继续连任，即个村庄正派塔哈拉塔切多来做第二个长老。伫咧 Torinap 吼，通常是称之叫做 Torinap 吼，鹿港啦吼。塔哥哥巴士和
塔贝 over 两人旧年拢缺席，都拢甲因的悬汤送来，但是拢有甲因的悬汤送来。即寡悬汤以后又搁拢交转互因，现在因为因的好作为，拢来继续连啉。伫阿索塔贝贝拉克派伊的后生名叫做达巴利克送伊的悬汤来，鬼说讲因为年老无法度来，伊和塔罗多米奥拢继续连啉。伫卡卡巴拉，伊早无正确来称作巴拉。塔加比拉继续来连啉。伫卡卡尔、萨加里、塔拉罗吉也继续连啉。伫卡卡尔、塔加巴、德拉贝奥拉也继续连啉。伫托萨塔拉基，伊早误称作多萨克诺尔。塔贝拉坎纳斯改职由塔萨科多罗来接替伊的位置。伫道沙马多，伊早称作多萨克乌斯特。塔萨卡巴勒和塔贝邦拢表现良好，继续连啉。伫马萨巴达，伊早无正确来称作托萨克。塔高拉比劝告爱有好作为，继续连啉。伫多利达巴达，伊早称作 Middle Dorida， 提多加里斯来继续连啉。伫多利达阿米线，伊早称作多利达 North， 卡马加塔波因诺也继续连啉。伫Boider 考拉德拉破病，因此派一个名叫做 Tarago Gates 的人，甲伊的悬汤送来。因为即个人有够额的理由来说，有真有够的理由吼，来说明卡劳德拉病情，因此和大部分其他长老安尼继续来连啉。伫沙勒巴西多派塔贝沙巴林送伊的悬汤来，鬼说讲因为伊的脚受伤袂当完成，因此命令即个塔巴林转去了后，爱指责伊并且命令伊以后不得因为安尼的小的妨害，就无爱来参加会议。伊是因为脚受伤袂当行远。安尼也袂使哇，真会到。毋过因为欠缺搁较适当的人选，所以就互伊继续连啉。伫牛马是塔巴罗加宾来继续连啉。伫博巴利恩，伊早阮称作巴贝利昂，是塔罗继续来连啉。伫大武郡。塔巴德勒派伊的后生塔波斯杰来继续讲，伊家己扑伤了家己的脚，答应讲将来一定会家己来出色。伊和塔波罗 A1 拢继续来连啉。即个塔波罗 A1 捌是一个托里安社人。伫巴包萨克塔拉也继续连啉。剩几分啊？剩2分钟哦。好，2分钟。伫巴巴萨克塔人也继续连啉。阿万德劳干、阿万奥朗、阿万巴里斯、阿万巴里各村庄的长老，拢无来即个地方会议出席。理由是因为这违反着因的法律，因此即寡村庄的长老拢即个空落来吼，就算伊的即个位拢空落来。迄个3个 Syrian 的村庄，就是 Syrian Talaum、Syrian Takikaos、Syrian
某个模式长老，如同旧年安尼，也以共款的理由来缺席。伫咧新港又搁称作塔加罗罗，主政的长老是迪加、塔巴比、当拉美、塔加雷甲达宝，因含大目港、目加利园、大武人甲一个麻豆的长老，拢因为因的治道即个地方会议，所以来被骂。因的村庄是伫咧上近的所在，因是佛罗摩萨上早的基督徒。虽然安尼，伫即个共和国呢，论到顺服甲推典吼，却是上散漫、上龌龊的。不过，因全部拢爱继续连任，但是甲因讲，互因连任，毋是认为讲以后就袂由即个做过长老的人来接任，毋通以为讲有再一次被选任的优先权吼。因为今年为了某种理由安尼做，其实是违反阮的习惯的。好，读到遮啦吼，过来是大目共加目加利园，这后一回再来读啊吼，后礼拜再来读啊。地方会议吼，落长啊，拢算人事命令的报答尔啦吼。无看到较早一寡描写阁诚趣味吼，即嘛就较无意思啊。好。读到遮，哦，芭比入来啊，好，安尼到遮吼，咱来关房吼。好，嗯，好，多谢阿宽，多谢感谢大家。